啲花好似瀑布咁，好多花好靚啊，係乜嘢花？我哋行近啲去睇下。哦，佢係勒杜鵑，花期好長，差唔多喺香港全年都見到。近年由元朗朗屏港鐵站至馬塘路一帶路邊花床嘅美化計劃，都用咗勒杜鵑進行美化㗎。雖然佢叫做勒杜鵑，但事實上同杜鵑花差別好遠，係形容佢好似杜鵑花咁嬌豔，而且佢嘅枝條小枝而帶有刺，所以普遍咁叫佢做勒杜鵑。喺佐敦谷公園勒杜鵑園都種咗唔少勒杜鵑。我知勒杜鵑係紫茉莉科多年生攀援灌木，原產地巴西，佢嘅莖可長達10米。勒杜鵑壯麗迷人，可塑性高，被視為觀賞價值高嘅園藝植物，種植喺公園同花園，亦常被修剪成單一主徑樹木，同埋用嚟裝飾欄山同拱門，甚至路邊又或者天橋上嘅花床都可以揾到佢哋。勒杜鵑顏色豔麗嘅部分係可以吸引蝴蝶同昆蟲傳播花粉，但你望真啲，其實中間白色嘅小花先係真正嘅花，而色彩鮮豔嘅部分係佢嘅苞片，酷似變色嘅葉片，所以命名為葉子花。勒杜鵑華麗奪目，花朵嘅顏色多變，除咗你依家見到嘅粉紅色、紫色同複色之外，仲有白色、黃色同褐色。勒杜鵑好吸睛啊！我哋仲可以去邊個公園欣賞到勒杜鵑啊？我哋可以去香港仔海濱公園，近觀景台；將軍澳上寧遊樂場，近籃球場；同埋天水圍公園，近公園入口。都可以睇到㗎，幾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睇到繽紛奪目嘅勒杜鵑，真係好啊！不如我哋都去其他公園欣賞一下，影多啲勒杜鵑嘅靚相，放上康文賞花情報網站同朋友分享啦〜